大家好，来红帽桥逛年货啦！哦，幾靚啊個，生意興隆。財源廣眾百方來啊！財源廣眾八方來，幾靚？哇！呢個好靚啊，呢個好大幅啊，呢個睇大家睇幾大幅啊，好靚啊！招財貓啊，平安喜樂，39.9。紅毛橋嘅 Fair Price， 哇，好多人啊今日。这个冲凉水一次半都可以拿来洗头啦、洗身体的，这2支才卖58块7，很值得的。不要超过我的脑分。2支的冲凉水才卖58块7啊，简单的冲凉水。看看，好来，10箱大小都是。哇！呢個財神都幾靚，財神。2支本來是89塊，現在2支只是賣。哇！仲有個蝴蝶喺上高，佢都係喐嘅蝴蝶，超美，棒棒啊！哇！開始賣了很多了，好多的年貨。什麼都有啊！啊，呢啲糖果都好多選擇今年。黃來塔9塊3毛8。誒，這個是什麼鹹蛋的？今天的 salted egg cookie， 誒，今年5塊4。哦，去年好像沒有哦，這個好像是新的。好了，買這個，我加在我的年貨清單裡面先。這個我也很喜歡吃的綠豆 green pea cookie， 這個也是很好吃。好了，這個加在我的年貨清單裡。哇，這邊還有很多嘞，超多的，所有的糖果，這個這些都是很小時候吃的這種巧克力啊，這種叫 chocolate gold 啊，叫做。哦，這個就有4個款式，有一個愛心的，愛心的錢的 money， 還有一個元寶，7塊7毛8，超多瓜子也有。哇，這邊中間還吊着一條龍啊，吊在上面。今年的汽水，現在有 special 11塊8。哇，呢度仲多，睇下啲價錢。呢都有，呢啲糖果啊，呢啲糖果盒，呢種都有，好得意呢種。哇，超多嘅，呢啲都有啊，呢度就全部都有啦，八寶盒。哦，是这小的，这很小啊，这个哦。对，我们叫做一口鲍。哦，一口鲍，一口鲍鱼啊。就是一口。已经熟了这个。是可以这样子。所以我们是 recommend 捕捞鱼生。很 Q 弹，真的很 Q 弹。
都是在这边的啦。外面有对，捞鱼生蛮出常的，老人家也可以咬。Can put at the 鱼生 there. No, it's quite nice. What's the price? 3 for 32.80. Then 3 for 28. For this one is 3 for 28. 焖火锅吃也是很好的这种。And this is 3 for 32. I think you can find it at NTUC. All the NTUC they are selling this. Yeah. 块，你这个是的，如果你买，如果你刚才买6块哈。命酒啊，馬年嘅釀命酒，2006 Happy New Year 嘅洋命酒，63塊9。哦 ，coffee。大掃除咩？大掃除，過年大掃除啊！即是叫你哋買啊！開玩笑啊，開個玩笑啊！哇 ，chocolate 嚟呢個，鴻運當頭，鴻運當頭嘅 chocolate，23.9。哦，成盒嘅都有。哇！我睇到咩？Ferrero Rocher 啊，幾靚嘅度整到，轉下咁咯。哇，好靚啊，好靚啊！呢個整到。前面來了個獅子，好大的獅子。哦，冇絲，哇，好靚呢隻獅子。OK， 今年嘅泰哥啤一箱係，所有價錢響晒嗰度啦。一箱。哇，魚生都開始賣啦 NTUC。咁樣呢個一盒係13.9，入邊咩嘢都有咯。你自己加配料，加鮑魚啊，加三文魚啊都可以㗎。咁一盒幾方便。哇，呢個都有啊，幾靚係，咩都有入邊。呢個咧就19.5。OK， 呢一個係，哇，幾靚我睇。呢一個係15.8。15.8。哇，今年個卜脆好似起咗價，9.4係咪啊？我要睇翻我上年嘅片就知道，卜脆加卜脆可以買咗9.4一包。New Moon 嘅鮑魚啊，唔係鮑魚，New Moon 嘅魚生，哇！個盒嘅包裝都係金馬嘅，金色嘅，今年係39.9今年。咁呢度係發財魚生，呢一個就係17.8。呢個牌子廣常泰嘅，好似前年冇睇過喎，呢個牌子嘅廣常泰嘅呢個係，哦17.8，哦呢啲四方形嘅都有，哦仲有教埋你點樣嘅，又係廣常泰嘅發財魚生盒，呢個又28.8啦呢一個，咁呢個係圓形嘅呢個泰星嚟嘅泰星。呢自己加配料呢個就20.8角。哇！呢度仲有好多啊！呢度，哇！好多人好似睇，有啲人早撈啊，早撈就發早發啊。哇！呢個16.5嘅呢個細嘅。我覺得這個比較好，這個比較多料。呢啲係細嘅。哇！好多，今年個魚生好似好多啊，擺到，哇！咁多啦，咩都有。
呢度幾多啲 cake 啊、年糕，哎呀，啲年糕開始賣啦。哇！呢度半價呢個餃子。有啦，冇諗乜嘢，仲要乜就覺得。哦，呢個啷啷，當卷啊，當卷食火鍋咯，過年嗰陣時。哦，6.8，買一個送一個啊！現在到幾時？明天。到明天而已啊。貨完了就沒有。貨完了就沒有了。就盡快買。哦，好，可以，半價來。哇，咩都有啊呢度。臘腸都有得賣啊，臘腸都開始賣。幾靚，隻燈籠叫佢。賣咗嚟收都可以嘅，而家有半價。到時食團圓飯嗰陣時，哇！呢個碌柚5.9。我都要買一個年糕嚟拜神，買一個小的吧。哇，很多種年糕，全部在放了。價錢大概5.8，5塊多了，最貴就是到8塊了那年糕。哇，全部在準備當中。今年的柑10粒4.8，可是我不要這樣早買了，太早了這些。那邊呢？那邊有嗎？看一下那邊。那邊我看到了，在那邊。哇，一箱箱的在賣了，16.9毛半。開始在賣了，蜜柑了，這個叫蜜柑。哦，還在排列當中呢。滷柑。哦，油米薯須。油米薯須的魚生啊，今年的。哇，那個鴿子188，它的馬的128。哦，那個馬的就是這樣大的啦，用成一個馬。等它是有包括這個魚生給你啊？有18片。哦，有送紅包封啦？啊，沒有，這個是白。哦，我以為有送紅包封呢。沒有送啦。沒有。OK， 很好，很美哦。這個盒子就是我們買的時候來的啦，一起來的啦。哇，超美哦，這個。好，可以10到16個人吃啊，可以到，真的很大，這個盤子很大。16到18個人都可以。16到18個人都可以吃，好，謝謝你啊。酸菜魚，今天在宏茂橋的鍋邊店。哇，你看它這個鍋下面是滾燙，滾着的，上面是有火的，這樣滾着吃，看到它滾，好治愈。好像好好吃，這樣看一下裡面的料。哇，好多的酸菜哦，酸菜超級多，魚也是不錯，流口水了。好像還有粉絲哦，有配搭一些粉絲。哦，你看它的煙，還有黑木耳，好像有香菇，剛才聽他講，有放一點香菇。好了，我開吃了。多謝大家的觀看，下視頻見。